哦，继续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这个消炎止痛药啊，唔通家己乱买乱食。这个高雄有一个才47岁姓陈的乡亲，伊长期拢会头痛，就是家己买止痛药啊来食，拢已经食到出现着副作用咯，也唔知影。舞到尾啊，煞爱西药剂。医生特别来提醒，除了唔通乱食便药啊之外，若是你放尿会来起泡，也是发现讲你的骹甲手会来灌水，佮有这个高血压，佮有这个贫血，而且人佮真容易来疲劳等等，可能就是咱的药剂出问题咯。上好赶紧找医生做检查。头壳一痛就摕消炎止痛药来食，唔过细字乌白食药啊，有可能造成药剂的问题。台湾就有200万人得到慢性的腰子病，西药剂的支出真震动。伫高雄就有一位先生到病院西药剂，医生检查发现伊腰子的功能下降，和伊乌白食药有关系。他用了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嘿。对，那重点是说他有症状以后还是持续使用，然后症状越来越严重。就惊患者得到慢性的腰子病，佫唔知影。医生提醒会使观察家己的脚是毋是有汗水、高血压、贫血，或者是有这个症头。血压飙高，或是贫血啦，然后整个人身体很累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有可能是你肾脏功能改变的一些症状这样。另外，腰子功能无好的人，平常时食物件嘛要加注意，那食够磷，袂使食伤济，要照医生的吩咐来食药啊，才会使减少药对腰子的危害。